圣殿里，让我们得以开口来赞美，拍手赞美，跳舞赞美，弹琴赞美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蒙你喜悦，因为这赞美的声音，你都听见。圣洁耶稣，你宝座在这里。哈
血，头戴荆棘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但主是我们的王，你在我们当中，说我们每个人将我们每个人的心摆上、献上，在你面前，我们是如此的谦卑，如此的不足，如此的不够。但主，你看我们确实有了，我们每个人如此的渺小，但主，你永远不放弃我们。你让我们能够得以在你在这里聚集，赞美你，并有待你为我。哈利路亚！这是何等的恩典，何等的恩惠！所以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在聆听的话语上，主都能够这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路上的，成为我们路上的帮助，人生中随时的帮助。哈利路亚！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